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imon， 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筍盤，珠海南灣片區50萬總價就可以買到呢個精裝嘅單位嘅。然之後我身後咧係有呢個珠海滑學商都，同埋咧樓下都我哋有自成嘅一個商業體，加埋咧山姆意店嘅選址咧都係我哋屋苑隔離。同時咧我哋落樓咧800米就有一個港珠澳大橋嘅接駁點，10分鐘以內去到港珠澳大橋，1個鐘翻到香港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同大家介紹下呢套示範單位，面積500零尺，3米9嘅樓底，做咗一個 loft 嘅設計。然之後咧，我哋行過嚟可以望到呢個空間啦。即係我本人1.85米嘅身高，呢邊嘅空間都係綽綽有餘嘅。然之後咧，發展商就做咗一個名廁嘅設計，加埋通風系統。呢邊咧做咗一個開放式嘅廚房。咁呢啲抽油煙機啊、鞋櫃啊，發展商都送俾你嘅，同埋呢個指紋拍卡鎖都係送俾你嘅。跟住入翻嚟咧，呢邊有個空間，你可以自己做翻啲設計啦，或者擺翻個大啲嘅雪櫃都冇問題嘅。就對面一路之隔咧，就係我哋南灣片區嘅豪宅，總價都要500幾萬嘅。咁我哋呢邊嘅總價咧50零萬就可以買到一個精裝現樓嘅單位，同時咧送埋你家私家電，10分鐘以內翻到港珠澳大橋。有興趣睇樓咧，揾我 Simon。